設定電郵帳戶。一般嚟講，你可以透過智能手機或者經電腦透過網站設定你嘅電郵帳戶。方法一，透過智能手機設定電郵帳戶，你可以按手機上嘅全部，再按安裝，選擇電子郵件帳號，再選擇網際網路郵件帳號，選擇你電郵帳戶嘅互聯網服務供應商，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及密碼，再按繼續。喺一啲電郵帳戶，你可以選擇將電郵帳戶與手機作同步處理，如 Gmail 帳戶嘅 Google 通訊錄。設定完成後，你將會睇到相關嘅圖示顯示喺主螢幕上。方法二，你亦可以透過電腦透過網站設定電郵帳戶。你可以登入以下網址 https://pccwmobile.blackberry.com 及按 Create New Account， 細閱 Legal Terms and Conditions 裡面嘅有關條款，如同意按 I agree。輸入 Device Pin 及 Device IMEI， 然後按下一步，建立 Username 及 Password， 再輸入多一次 Password， 然後按 Next。你可以選擇將你原有嘅 POP3 電郵帳戶加入你嘅手機上，又或者建立一個新嘅 BlackBerry 電郵。依照指示完成電郵帳戶整合過程。因每部手機設計有所不同，以上各項設定程序及選項可能與實際情況有所差別。詳情瀏覽 www.pccwmobile.com。再見。